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7，约书亚记4章24节安尼讲：要互地上万百姓拢知，耶和华的手有大能力，也要互恁永远敬畏耶和华，恁的上帝。三甲来祈祷，有大能力，佮爱阮永远敬畏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公义的至高上帝，你是慈悲怜悯的疼痛天父，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活命主宰。阳光的主啊，你用话创造天甲地，星辰、洋海、关山、万米，这一切拢彰显你无比的智慧甲大能。主啊，愿仰望天空，惊叹你的伟大；愿观察万米，敬畏你的作为。主啊，你创造宇宙万米，确实也顾念至卑微的阮，因为你要互地上万百姓拢知，耶和华，你的手有大能力，也要互阮永远敬畏耶和华，阮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